看嘉义北江溪的溪水哦，嘛是因过爆发。水上乡的乡长伫面册表示讲，抽水机抽水的速度无够紧哦，已经有真侪所在嘛拢淹水咯，佮造成37人掉伫路里。消防局嘛已经甲人拢救出来，嘛提醒民众哦，即马往来水上乡佮嘉义市的永琴1号桥已经封起来，大家特别注意。 水淹到骹道，消防局出动抽电船，消防人员撩水加5位民众救出。嘉义县的鹿草乡后窟村，因为南京大排溪水涨起来，规个拢满出来，造成附近拢淹水。里面的水很深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到红线有到小腿处了。高架屋啊，越来越高了。越来越高，所以在里面很危险，就是赶快撤出来啊。对。哦。一直翻也越来越高。刚才带了5个出来，已经报案说里面还有人受困，要准备进去。另外，这边对画面会当看到嘉义水上乡的义兴村，路的水深已经淹到半个领这么悬。消防人员准备要将10位左右的民众救出来。因啊，东河桥边的赤兰溪溪水规个涨起来，水已经淹到要到一层楼悬，有民众秘伫咧2楼无愿意撤走。受困在2楼的，一直无力气围墙，他们没有要撤走，平房的都已经撤离了。里面水淹多高了？水淹多高哦？我将近1层楼哦。还不出来哦？他们爬到2楼。经过一暝大风大雨，嘉义毋但是地势较低所在淹水，连北江溪溪水水量也真惊人。水上乡的乡长发文讲，沿线的溪水越过爆发，一直向爆发内面倒灌，抽水机抽水的速度比袂过溪水倒灌的速度，并且警告讲，北江溪溪水规拢满过爆发，沿线真侪所在淹水，连接水上加嘉义市永琴1号桥规个拢封起来，民众唔通阁过去。水上乡的柳新村美上美社区，临挖到北江溪，淹过地防地的水位已经规拢满出来，抽水机一直抽，淹过溪水涨甲正紧，一个伫爆发满出来。乡公所也赶紧调2台抽水机来抽。烦恼当然是烦恼啦，他们规暝拢无困。拢嘛无困，泡水啊，溪水倒会出来，倒会出来，即摆来看，我从来开始用抽水机啊，我先来抽出去。同款嘛是尽量减少阮内底的淹水安尼啦。根据嘉义县消防局的统计，一直到早起8点受理凯米风台期间，积水无法度出来案件总共有21件。积水的区域大部分拢分布伫咧水上乡的义兴村，在82线东西向的29公里附近地区，相关案件总共有派39台车、78人次，救出37个人脱困，其中有1个人受伤送病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